国冲的懂货呢。啊，你没有练新歌了吗？有啊有练。练一头条哎。一条。父母心呐，老爱妈妈从我待46年，到目前为止，特九選老愛人生。叫新郎仔還會跟使聽說我要搞低我媽媽嗬，我媽媽。用班狼多呀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熱共下來。哎，最近唔係大家啲風氏族嗎？嗨，對不對？嗯，哎呀，你有度嗎？沒有，我沒有空。哦，我那天看到一個，他說，你看哦，美國哦，這麼強大的一個國家，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國家，他們是不玩足球的，對不對？而中國，它現在是這個世界的第2大經濟體，它也不玩足球，所以很明顯的哈，就好像都是他們也不玩足球。2線國家，在給1線國家的一個娛樂的一個遊戲，朱超偉，好來給他們觀看平台，所以他說老祖先很有智慧，他因為這樣，他就發明了一句成語，叫做美中不足。他前面大概花了我們大概20分鐘的時間，然後他就只是為了要講這個美中不足的成語給大家聽。大家都沒有心情呢，大家都沒有反應呢。有啦，有人笑了，有人笑了。哦，有啦。OK， 我以為因為他在背歌詞，你知道嗎？尤其是第一位。好啦，來開始今天啊咧高壓淘汰賽啦哦。淘汰賽比賽規則，大賽參賽者各人從一數個位，分數清大嘅兩者，老分數冇太多88分嘅搶子淘汰。今晡日嘅評審先生有一屆選先生，齊這邊先生，齊這邊先生，羅桂麗先生。哎，講到這個瘋足球的有沒有？接下來這一位，有他有瘋嗎？他超瘋的，他連人都下去瘋了。穿的衣服都是對，也是排隊去跟人家買的。輸的，那是吧？阿根廷的是。哎，有向的葉教授老師。梅西你好，嘿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沒有吸東西的。今尾是國奧淘汰賽嘛，吼。要注意的你要注意哦。本來說唔是講嘛，人設啊、表演啊、計嚴準啊，吼。最重要，所以檢查雙敗雙階段，現場老佢講嘅重點係乜嘅東西要改進喎，呢也是最重要嘅，吼。啊，參加呢，主要是要攞你嘅本質、你嘅條件拿出來，你做啲表現嘅特色呢，乜嘅東西也最重要，好唔好？加油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哦，對，馬上就嚟金堂入面比賽了哦。好，好唔好？哎 ，TV 放樣總備陣帶來，愛情路。來，談看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晡日會唱嘅呢首曲係我幸福嘅歌，希望今晡品行欣賞，多多指導，希望大家。送的腳步踏上愛情路，快樂的心情互相來照顧，唔驚風雨阻，唔怕坎坷苦，專心輔導結婚的你同渡。啊，愛的愛情路無溫馨照顧，兩三個腳腳清清楚楚。心有數，總會行透人生的全部。
嘿，毕真静以后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嘿嘿好漂亮的洋装哦。两位主持人好。要都面床布你哋啦，哎，讲，有特別識嘅歌咁咩呢？特別面床全部都係，你當然唔係啊，咁咁係，你當然唔係啊，那係。咁冇係乜嘅，足布，唔係啦，沖臉布你客家布呢？哦客家布，你嘅醜死咩？會見啊會見啊，冇看啊，唔係啦，講啦，有戲做，很漂亮哎。呀，學一條歌嘅啊，安尼客家歌，千多條咧，先到一條，最少有10條以上。 10條你都咁來比哦，你比到後尾20人關了，冇準備20條因為啦，進比賽進學啊，哦，哦，唔好你講，俺哋上一屆陳松軍係咪？嘿，伊係一關比係真係，在學藝術，伊就係你韓國路，佬，佢有辦法啦，一年買好嘅咧。伊嘛有上癮啊。原諒你。哎，看起來較成熟啦。落去嚟講，好啦，今日創一條歌，創咗樣板嘅嚟，聽一下先。阿公，哦，我想講落去就講嘅，你講開了嘛？係，我講開了了。誒，我近幫我叫佢嘅體育重要，我前希望是你嘅拗死拗到前後，誒三米足嘅前就是是嘅，我像可能我阿婆作啊樣叫嘅，啊，阿婆，唔係，我就是講，你要是特別的設計啦，對你嚟講客家嘅文化嘛，哈，你要去做起來，你要闖出那個，它的咬字又非常的很客家化的，你要感覺。要清楚的，我感覺我們節目就是要這種文化傳承，讓佢留下來，好，那大家感覺到用舊的東西來表現新的這個樣態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，所以我對於兩點很肯定，哦，傳統現代結合。對，因為傳統要進化嘛，一直 upgrade，一直 upgrade 掉，你清楚的哈。所以，加油，繼續加油！聽起來不錯。哎呀，這個看下個分數有辦法過關嘛？哈，來。係，總比賽的分數。希望先生，冇問題，棒哦，恭喜啊！恭喜你！分數，謝謝。其實流行歌曲組全部都會唱，還冇一天哦，哦。喂，先搓好了，搓熟了，好不好？安子先，我客語啊。好了，安子先，安子，下來。一加二帶來2條花。好，來彈歌啦。大家好，我係一加二，今晡日我帶來一首較輕鬆嘅歌曲，希望大家聽到會歡喜，欣賞咩會喜歡，拿到較高嘅分數，加油！春天嘅一條花，一條花，起點只行茶，同愛老散發。一天
啊，你看冲天应该这个参赛朋友会给帮你鼓掌哎。对呀，你还会紧张吗？比第一次好多了。哦，你踢白我差得都唔有冲。不过因为佢唱那条歌唱到动火呢，动有蜜头。哦，是他很拿手的歌。是哈，所以就特别挑选这首歌。啊，你没有练新歌了吗？有爱有练。练一多条哎。一条。安尼，比技较好啦哈，那有10条哎。对，你安心了哈。一条。那因为那个啦，最近要考试啊，所以比较没有在练新歌了哈。对啊，大学生其实很好哎，上课都可以睡觉。哪有人家上课可以睡觉？你那到底是什么学校啦？我上次看一个幼稚园老师，他就说啊，我多羡慕大学老师啊。对啊，因为大学生都可以睡觉，他的幼稚园小孩子根本都不睡觉，他就很累啊。哎，你们念大学都在睡觉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对啊。很快会被当掉。会被当？你跟教授关系好就不会了。不好。你可以请教授吃饭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做唔得了。做唔得。好。所以啊，但是应该忙着期末考，还可以把歌唱得这么好，不简单哈。带来拿手的歌曲。这位老师，假意你哈。我看得出来你很懂紧张哈，我刚刚看你投入这些时间，你一动都不动，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？还是假的人？好，我拢讲哈，其实唱歌还很高兴的。刚刚罗大哥讲我懂哈，比如讲你喜欢的歌，你就可以把它唱得非常非常好。我先讲根本的感觉当好，我们永远都要记得那个第一次上台，各种懂 pure 懂纯洁的感觉，好，有时是可以转唔去的。好，鼓手讲这个是你的特点，我觉得蛮好的。还有你声音的偏色都懂歌。前面喺歌管的话，我记得唱歌诶，再把它开掉诶，因为我觉得唱歌它就是肌肉的一个运动，其实喉咙也是肌肉。如果你爱再冇把开发，吹气冇好，人家歌诶，人家声全部爆了，人家再里边度，唱起来冇乜表情，弹起来就昂，你嘛？春天给你头发老，春天给你头发，你头发有差冇？春天给你头发，你头发。还有我喺同多比赛朋友讲，比赛时间表演唔单止係唱歌嘅，还有前奏也是一个表演，尾奏也是一个表演。看尾奏，我觉得小 Ken 老师音乐做得那么好，你可以有简单的摆动，给到当好，好冇？记得哦，先做点功课，后边有乜嘢问题，你这个慢慢的调整，加油。好，这个舞台上就是要自在了。你如果自在，观众看的也会觉得啊，他也跟着你自在，对不对啊？好来看廿個分數，1加2嘅分數。90分。90分。算一伙的分数了，但是还摸一听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坐在你的椅子上，慢慢的祈祷啊。谢谢。我们要祈祷。哎呦，因为他搞出董会冲啊。哦，撒哈罗亚 V 哦，蛮厉害哦，陈怡允，他今天要唱这首歌哎。哎呦，人家米农的歌曲，嘿嘛。对啊，罗文玉的歌哎，烟柳清风。哇，后堂，哇，看啊，我们客家美男子的歌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允。今天要带来金曲歌王罗文玉的创作歌曲，对我来说是一大挑战，希望评审老师们手下留情，让我顺利过关。不是一夜好梦，天茫公主红虫，不管你有几多烦恼，不是对你讲。眼头那个个梦，流下那流水涌，心土里只盼梦跟你谁宁爱有汹涌，跳舞从绵绵给爬松，他等一个人给中了韩国，一抽一抽万把散掉，心事情闭口。春夏又秋冬后，唱着梦，慢柠檬，为了家庭，一丝有
好好听哦。这种脱俗的这种演唱方式，什么通俗？就比较清新脱俗的。哦，脱俗，我听成通俗哦。脱俗。哦，脱俗。国语那么不标准。没有，我耳朵不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耳朵跟阿公差不多。哎，拍谁？哎，唐公，你的演流清风哦，是。因为上次老师回去说你那个咬字的方面需要再下一点功夫，所以亚专鬼有请到他的老师，他的老师相当地位相当崇高，年纪也很高，特别去找罗文玉年事已高的老师，卖你奶奶。哦，找到阿妈教你发音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嘞？听罗文玉的那个原唱人不就好了吗？听不懂。所以我想说，听他直接用讲的会比较清楚那个咬字，可是发现我奶奶也不会。他说，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平常讲话跟唱歌的，就是说法会不一样。哦，所以最后我还是听罗文玉的，所以奶奶没有总结，就是奶奶没有帮上忙。奶奶有帮我再找另外一个老师，奶奶很忙。对。他的朋友，他的朋友，对，他有教课语，然后也是就是讲念给我听，有进步就对了，有比较好。今天老师方面有看好，听起来还有比上次好一点点。对，罗文玉老师在目前按那客家的创作来讲哦，真的创造出很多很好听、很棒的一个歌曲。对啊，前一阵子才开演唱会而已啊，他跟许仁杰是客家美男子。对。客家闽南客家讲谁来？客家闽南。没有，他有叫我录一个 VCR 啦。因为他们都是美浓人啦。美浓人。像 Andy 亮啥就可以组啊，我们叫桃花2人组，给发脸啊。那你把老的放在哪里？哦，没有，你刚有讲哦，来，你是什么？他说花甲男。花甲。一家子，那我们可以桃园三结义啊！走对喽哈，桃园三结义是不是？可以用他们也叫我龙子啊。龙子，喂，唐爱东啊，喂，朱天记，苗男子，苗男人，对，苗男。啊，而且你也是美女子，对啊，美女子，美浓的女子啊。对呀，可以啦。好啦，不要再这个纠结这个点了啦。然后公平啊，那边的公平。花美女。花美女。刚才说我是花吗？欧巴桑。按字寫喎。OK， 醫院其實演流前鋒也數過啊，其實我抽下到以後，唔過再講，也下啲發上就咬字上面，像唔實，你會咬不完。咬字的完整度不够，还有个你会你呢，不过它不是发呢，它是发你的声音，没发呢的声音，所以你会误以为是你。不管你有几多烦恼，不是对你讲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希望讲可是因为其实你的音乐性还不错，两个音乐性很不错，所以我觉得在音乐性的部分反而是补强了你的比较弱的地方，就是咬字的部分。不过有上升的高音的部分，你就会显得有点跟不上去，有点跟不上去。还有假亚数格的用动都会转音，因为你没有转，反而它的柔润度变得比较没那么好。假个转音的部分是它很柔美的地方。可是你没有转的时候，你反而会显得它太直硬了，所以在那种温柔度上面就显得少了一些些。好，这是针对音乐性的部分了。好，音乐性的部分还有啊，因为你吉他哈，也系这位老师让我提倡嘅部分，让我知道，不过我还系人讲哈，因为乐吹有乐吹的和弦的方式，弹的方式一定很7+7的和弦的方式，可是小康老师写的和弦，你如果不跟他对过，你可能会弹的东西会不太一样。好，所以它就会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地方，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点。比如说，你要带吉他来弹来发，你要自弹自唱呢，要配合乐团。如果要配合乐团，你可能要注意，你要注意到改和弦是不是跟你相同的。好，如果有听到误差，你要想办法改一下。
好 ，OK，安子先。这个看两个分数了哈。哦，好紧张哦。陈怡云的分数。91分，91剩1分啊，做对了哈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一起介绍哈下一组的表演。这个你会念吗？讲下。陈思嘉，陈思嘉，带来一个什么个？你烟满你。好，来。你爱满盈就满盈。你听没唱过会嗓烧？在我印象中好像不是这样。你今天声音有状况吗？感冒吗？有吃一颗那个八仙果哈。谁吃的？谁？真的是你的好同学吗？很重啊。现在很多欧巴桑、欧弟桑都去唱 KTV。八桌来宾对，点唱买黑你跟你。不用，你看打出来就是你的歌，你就上去了。我搞不好别做。我也要唱买黑你。会有这样子抢歌的。会打架吗？还好了，都老人家打不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思嘉。为了参加人艺大擂台，我准备动多条客家歌曲，希望今晡日做得顺利过关，继续唱好听的歌，分大家听。希望大家。青春来哭哭啼啼，你眼一空下了面孔，错了爱无所谓，多今夜也结分离，又嘛给了不易，你做爱做。情不值得一提，当作爱莫福气。我对爱都会欺骗爱，一夜满意，一夜满意，一夜满意，你张我情。什么太感？两位主持人好，思嘉姐姐你好，嘿，太感好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就像一个芭比洋娃娃一样，没有那么老的芭比啦。说的说的也是，我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衣服呢？买的，不是吗？都每一件都是我去港买的。为了这个节目吗？还是？以前有去个天良电视台，还有那个全大电视台冲过哈。哦，去那要穿的比较华丽，是不是？我就听我同學去台北買這樣嘢。你有同學哦？就歌唱班的同學。哦，今日歌唱班同學來唱下冇？有一年有啦，冇多啦。哦，現在講客家話還是有點吃力。因為客家人好多年啦，哎呀，真厲害呢，我講下我們客家人都有進步嘞，有進步嘞，我們都覺得很感動啊。對呀，你看那個誰。對不對？陳怡雲，客家人唔會講嘅。沒有，他有請教了，他有請教阿嬷了，但是阿嬷還是不會，但是阿嬷有去叫他的朋友來教。對，對呀，所以很有心呐，都很有心。真的很有心，服裝啊、打扮上啊，對不對？所以表示他有經驗啊，你有很多的歌唱經驗嘛，對嗎？哈。也冇啦，就
真容易紧张样样型啦，嘿啦。韩中，加困体不对，当风动稳啊，动于大将之风。所以刚刚牛哥才会说。他们买这衣服都是为了我们的节目吗？还是平常都有在外面接活动？还是要跟我们那个哲伟老师搭配？哲伟老师，你今天怎么？你就像乐队一样。哲伟老师，我觉得你呢，他啦，还有那个谁，张东升，你们3个可以结拜一下。来参加。做对了，做对了。2018。啊，今年要当流行手工哎。真的哦，这自己是手工的呀。对啊，我就说很流行，你也很适合啊。闹热歌厅秀啊！来谈一下老歌，你是怎么公平的？思佳姐姐你好，你今天唱歌会嗓烧，你的声音在我印象中好像不是这样子。你今天声音有状况吗？感冒吗？还呢？我比较干，紧张还是？就没有吃一颗那个八仙果哈。谁吃的？他们参赛者吗？东升对不对？他不是你的好同学吗？记忆很重哦，这些参赛者。七个吗？有吃啦，他有吃，你自己有吃啊？难怪你的咯咯的。可是他每次你们吃同一个牌子吗？同一牌的。正题呢，就一进来就开始喉咙到现在那个了，下次不要吃。就是叶老师这边有比较好的。不是有所以讲，真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会最害你的。没有，就是有痰这样的卡住了，声音就开不出来。之前的表现完全冇功用，还有一点还个重要问题就是调动民族紧张迫，跟佢爱一向按样型，哭哭啼啼，来无所谓呀叽叽，跑得很严重，音也跑掉了。爱向按样型。唱了不是清唱来哭哭啼啼。那今天在分数上面有一点小小警告以外，但是我们的其他老师很勇嘅，继续加油，好唔好？好，师门太假。好，这今日嘅分数啦，今日有一首歌嘅跌破哦，好，可能就低。好，陈思佳分数。分数不一样哦，没关系，可以接受。不，也有可能是暂时淘汰。对，讨论一下，可能因为你今天的声音状况嘛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八仙果不要真的乱吃了。对，好了，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好了，可以做休息。好，拉下来呢。屁股好，带来爱兴嘅你。来谈个啦。农业大擂台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徐國豪，我又來了。因為我愛倆長的舞台，今日先列數我係二個人，係我時常要喺卡拉 OK 地位唱嘅歌嘅，希望我今日做得順利過關。国豪兄，主持人好凶，对呀，看到
你的名字就很像是没错啦，哥啊大家兄啊，从小人家都朋友都这样叫我。哎，本身你的个性也是豪爽、直爽的，不见得，其实我很龟毛的。哎呦，超龟毛的，豪迈的龟毛啊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但是他很开心，他每天生活就是很开心。对，无论做嘛个事情，就啊分析就好啦，轻财啦，没错没错，你对他那么了解，看他样子就知道，对啊，对不对 ？FB 上有啊，我女儿帮我 po 上去，哇，好多人按赞，是，他也就开心了，一点点这种小确幸就开心。对，看到你这个造型就，我每天去卡拉 OK 就把自己打扮成不同的造型。这首歌听说你在 KTV 必唱的歌曲，是你很熟悉的，也不是说必唱，因为在 KTV 哦，不是 KTV 卡拉 OK，其实真的我觉得蛮遗憾的，几乎很少人在唱客家歌。真的，因为我们都唱那种开放式的，对，几乎都是最流行的。当然有啊，到处都有，才100块、150、200块唱一下午。哦，很开心。就是你付了这个费用，然后你可以就轮流唱，一大场带10几20个人，大家轮流唱。也没有时间，大概1点到6点这样子。哦，反正下午那也是唱很久哎。有很多，现在很多欧巴桑、欧弟桑都去唱 KTV。哦，对啊。还没轮到你的时候，就在那边喝那个罗汉果水，不然就八桌来宾，对，不用，买黑你跟你，不用，你就送单子，他就是柜台人就会帮你放歌啊。对啊，他不会。不用，你一看打出来就是你的歌，你就上去啦。我搞不好别做，我也要唱啊，有这样子抢歌的。会打架吗？还好啦，都老人家打不起来了。打不起来就是开心，对漏尾，大米了。对啊，这首歌你应该是唱过几百次了吧？有啦，就我大概10-20首就这样轮着唱，就是去卡拉 OK， 大概我就会秀个1、2首客家歌，然后人家就会很惊艳啊，对，就会问我先生他到底是哪里人，为什么他会唱客家歌？是这样。哎。对，奇怪哈。其实客家歌现在真的很不普遍哎，在卡拉 OK 很时尚哎，很时尚。对啊，像客家话很时尚。对啊，对，身为客家人要觉得很骄傲。以前真的很隐性啦，那现在我经常我就会每一次我就故意秀个1、2首这样。琵琶姐的这样，琵琶姐，他会觉得很其实会觉得说，哎，原来客家歌也这么好听。对，我都会这样子，秀个1、2首这样。是，不要多了，也多也没用，我就这么几1-20首而已，多了也不会，只会1首而已。好了，那今天刚刚有一点点，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到。阿公。你这首歌是真的很熟，可是这首歌你在 KTV 如果是照你刚刚这样唱法的话，就很糟糕，因为后面都会打架，因为你前面抢了。大家金子送婚姻，表示爱心意。那还好，我们的小康老师很厉害，马上帮你补上去了哈。不过，唱歌的时候有信心是很好的哦。那但是就是节奏，你在前面试唱的时候节奏不是太好，但是后面蛮稳的哦。我也希望你说继续再加油，但是有缺点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小 miss。那总是自己这个唱歌是一种开心嘛，是，反正继续加油嘛。我觉得很希望大家都很能够再参与这个。其实唱歌本来就是开心的，对，很开心的事情。对，不要分数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，主要是来参与的那种开心。能够站在舞台就很开心。20大长寿秘诀第1名就是唱歌。唱歌对，而且要有好乐队，要小康老师这种乐队。没错，你唱错他跟着你就好了。我就是喜欢有现场乐队，然后有舞台的感觉，对，就好开心。好，加油，好，安子 C， 好。来，还是要看你的分数了哈。好，希望能够常常看到你啊。一个好的分数。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国豪兄，你刚刚国豪兄，没关系啦，这样我下次就不用再来了。不一定，就暂时淘汰。对，我们刚前面有抢拍了一下，抢的太多了。
好，所以就被扣光了。对，下次不要抢那么快，是，得抢一点点就好，这样抢太。走得快。好，一路好走。喂，一定比你先走的啦。不一定了，不一定了，不一定了，这个人生。拼拼点好。好，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人生很难说哎，但是我在想，看我的长相，下巴又那么长，至少80岁没有问题了。你那不是模仿李登辉，然后模仿的那样变长的吗？一直模仿就拉长了。对，所以要长寿就是要模仿。我长得就这样。好来，撒下来。唐太林带来开档。哦，开档爱开来嘿。嘿。你唱咩啊跳？不是啦。今日來到一比賽，我知道要開燈嘅時候嗰個擋後堂，所以那度要比賽，希望我會過關，安住說。叫做錯係，開錢個結道看嘅路啊，開錢個結道輸三排。愛無所猜，美國嘅前元買，愛也無太亞無，錯了夢大，一群太細嘅可愛，計量見。愛呀愛嗰個結到風霜熱啊，塔嗰個結到血水奶，自然狀態，愛嗰個錯係穩皮係，愛個有用了大。係。謝謝。開檔。係啊，阿林哥你好，係。你好。師傅唔好對觀眾，他很有禮貌哎。哦。我哋唔講硬講。今日生意冇做嗬。伊最近冇做誒。我搬做搬推嘢，搬做搬了哦。咩個冇事誒嚇。有啦，加減啦，想做。雖然我大天要兩下就做了，細下個大天唔是做。哦，安尼好。我要拿這麼做阿公阿婆啦。講真的咧，那是警察是一多年咧。你是哪年的？哎嘛，多較親密的事情。做司機啊，吼，設備有設備的邊頭做嘅啦。哦，按有多少少啲啦。最多啉酒醉嘅冇。有哦，我可以冇。講咗你啉酒醉嘅。做得有不卡人哋係唔會下。安樣嚟啊？聽說扶咩下？係。從太祖公樣嘅。哦。愛係咪報警？警察2隻就聽說嚟下。哇，碰到形形色色，什麼都有。都有，什麼這樣的人都有。是。沙飛虎暗。對。沙飛虎暗。但是平安輕鬆有啦。係啦，平安輕鬆有。平安幸福。來，這位老師。好，阿林講嘢哈，我當喜歡你唱歌嘅時間，我當唱攏愛你講話嘅口氣哈，比如講家庭安多嘅故事，人生嘅經驗當唱。譬如講，你唱了首歌曲，一隻詩裡邊都你嘅故事，你係你優點。唔講了首歌曲嘅有當到嘅問題吼，家我講嘅係優點。人問題所以講，譬如講，特隻機嘅最每一隻詩，人驗都無準。譬如講，錯海嘅海，譬如講亮劍開嘅開，血水奶嘅奶，係最每一隻詩帶，你全部無驗準都無拉。愛過的錯係問題係。愛個有用了大。係唔係講呢首歌曲唱跳大嘅？你啲練習嘅時間一天無樂趣欣賞嘛？你攀定卡落嚟唱，唔講你記得咯。一上台，腎上腺素一激發嘅時間，人驗出嚟歌嘅，你自家唔掂，天天專看進蹦出啲嘅嗬，係人家撲嘅時。
朴的无嘛准，譬如讲你爱无蔬菜进口的地方，迄无吃性的话，糖迄就强强。规数个糖迄就强强，你还硬问题，好冇？今日不管分数两百型，爱吃到练习当重要，因为有阵时我推先生某一天定在身边，你过一天动手，对冇哈？还有创造要有自信，爱吃到你有安尼条件，爱唔啲其他老师分数不两百型，哈，我希望等下分数你自己看出题，自己讲得很害怕，表现某自信的表现，我出来弄。我只是演给你看，好，等下看分数咯，加油！你少来了，你这个人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了，庞大点的分数。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，你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多特殊，好想听哦，是什么经验？吞火圈。梅州的事情。哦。哇。父母心呐，老爱妈妈从我待46年，到目前为止，特招选老爱人三，就生人生还会敢塞，天数赛就交代爱妈妈哈，我妈妈班人多呀？不是。庞大点的分数。咁我嚇到你嘛咧！哎呦，謝謝。89分，還有89分，有兩位殿後，唔怕，冇問題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他來，好，先這一邊讓他坐，哈，按住先。好嚟，殺下嚟。呀，你咪帶來再看我嘅書。我嚟睇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嚴偉，同歡喜今晡又來到老爺大擂台。今晡我會帶來兩首歌，很多再看我嘅書。因為條歌啊，我聽到真好聽，故所呢今晡就會來挑戰哦。希望大家會中意，喜歡。數聽伊嘅腳步，慢慢行人生嘅路，用後輩嘅辛苦，滿條情嘅幸福，愛感覺摸着寒燈，走向你嘅夢。思念嘅風吹過來，愛等你同下那心酸嘅愛，夜光啊，將你照幾嘅路，半夜風嘅幾困清楚，看思念嘅水落下來，愛等你同下那條嘅路，愛會等你強下本人祝福，再高傾愛數，愛感謝天公。怎么了？哎，刚讲怎么了？基金会的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基金会什么基金会？死定了！不要说我是指基金会，卖基金的是？哎，没有啊，怎么样？娘家滴基金，还是天云香？是什么？没关系啊，死定了，更是要讲你是哪里上班的。哦，客家文化基金會。好，一啲客家文化基金會啦，來先宣傳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再來講你怎麼樣死定。對對，你是官員呢？唔係啦。啊 ，OK，不是在基金會裡面上班的都是。對，那屬於桃園公務員，市政府。也不是公務員。不是啊。辦公家。專員。
也不是专员，专员很高哎。哦，你也很高啊。好。腿很长。对啊对。怎么样？你那个任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，你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多特殊，好想听哦，是什么经验？梅州的事情。梅州。全球客家妹形象大使。哦，我以有去参加，都冇演嘅 V。去比赛啊，你嘿，比赛有比这个项目的，是不是？嘿。哇。哦，全球啊比赛，客家大使。对啊，客家妹形象大使。就你得到。我唔系第1名啦，但系介 V 泰家乡下比赛18强。哦，也很难，不简单呢。哦，好像以前萧佩茹也有去献歌，对，之前有人里面有献歌嘛，哈，对哈，哇，不得了。所以你有到当地去？有。然后呢，你什么客家基金会？然后最近推广一下，你们不是常常办活动？对。嘿，有动作嘅发通都在参加。有乜嘅發通？有编辫子。编辫子冇呢？很像那个编什么吗？编那个竹编，竹编是，然后还有做蓝伞嘅，蓝伞，有一件蓝伞变美，那个米农，好那还有千人就是用它控窑，空番薯的空给空竹用还有抓泥鳅，铜碗之类的，对，还有铜碗也有做铜碗，听了。好啦，大家多去啊！那个呢，桃园客家文化基金会有接我派到发通哈，去给大家教，去给大家聊。好，我请您比做嘞啊，我们客家大使。好，来，那再来，你还要宣传什么？没有了。百工百业纪录片还可以宣传哦。哦，可以啊。那留着下一次，不要一次讲。还有下一次。好，还有下一次吗？哎呦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。他刚刚自己说死定了。智慧老师，怎么样死定了？好，因为好，你好，其实因为从国外一开始唱的时间，吃到两个上线懂温柔，所以呢，我很容易被你的声音所吸引，去我有画面。对所以讲第一波其实出现的瑕疵点也有了，好我给你几个问题，第一个部分呢两个缺点喺啲内哈，那西坡底度哈，动作会可能会反拍进歌的。这个部分通常在第3拍进歌跟第4拍进歌，而且我讲的是后半拍哦。好，拍部分你会紧张，因为它是反拍进，所以你会很怕跟自己的习惯不同，所以你就会紧张。所以你连续几下去，像慢慢行啊，爱感染啦，还有看实验嘅。嗰部分後班碰入過嘅全部冇入準，設計位想講夾落去啊，係一下冇準就入去嘅嚇。然後另外就係講比較可惜的是唔記得歌詞嘅部分，好這個部分是比較麻煩一點。不过我很喜欢你的音色，好，你的音色真的，刚刚就罗哥刚刚提上来给，我一直在找那个人是谁，没错，你很像焦佩如，好，就是就是那个感觉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很有那种哈嘎咪啊哈，就是感觉就是很，我觉得客家大使果然是对的 ，OK， 好，那所以可能基本上可能有上是那技巧部分啊，感情有剩下的可能你要加强的反而是技巧的部分，尤其是拍子，抛在当中要哈 ，OK， 啊，这些，好哇，这歌词啊，那就是那个国豪兄，还有那个谁，思佳姐姐，有人陪你的哈。喂，冇聽錯啊！好，來看一下人家分數，來1年2嘅分數。我好紧张哦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他的声音，音色，对对，人也很喜欢啊，对对对，笑干嘛笑成这样？好了，捏把冷汗，来， OK，
好好好，加油加油，好，什么你客家大使，是是。好，接下來中東生帶嚟阿公阿婆走，我哋彈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莊東升，今日又來到呢老嘢大隊嘅節目，非常的緊張啊！今日嘅淘汰賽，希望帶到呢吸引無中央嘅較輕鬆嘅歌曲，讓大家欣賞。子孙福，莫去受安度，教子徒孙两路恩爱，阿公阿婆家家做。谢谢。张东西，你好。喂。你刚没你张东西。阿公张东升。张东升。听起来还好不是。有啦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一直看评审？没事。还好不是不是张包就好了啊，张东西没关系。不要因他外表的肤色来取名字，不要这样子。对。之前來比過嘛？有經驗嘅。佢對基本上一接啲老輩要參加比賽啦、表演啦。表演冇啦。表演冇嗎？比賽是比賽。你穿的這樣子，整個就像專業的。不是，這是買的。特地買的。特地買的，而且大旅腿的。哦，真的啊？對。哇，舞台比較亮麗嘛。對。哇。哎呀，你看哲偉老師就穿這樣了，對吧？我們不能輸他，總得輸佢。哎。好呀，條歌係安尼林展毅老師的歌誒。對。林展毅老師下東都後堂的歌誒。你今日先一條歌誒，可以其中一條的呢。既然東歌誒，你有沒有同時合唱啊？他說他很喜歡他的歌，對啊，他的風格很適合他。他的音色很適合唱林展毅老師的歌。所以剛剛這首是新歌嗎？對，新歌。新的歌誒。哦，目前發表歌誒哦。哎呦，安尼當好哦。還沒。哦，宣傳。一條歌本來就參水片，原來傳唱。打咧，還蠻易個糖豆，又要學嗰個傳唱，當好。好，來談一下羅國立先生的公平，來。東升歌應該很東升歌啦，聽一百轉的比賽嘛哈，條分也好，兩個上年現展毅先生的歌非常適合。那麼一點，展毅老師按多歌誒，假使講你的準備夠充分的話，我希望你以你的實力跟條件，你要在這個舞台上長長久久帶下去，沒乜個太問題啦哈。兩個嗓音渾厚，低音很渾厚，很有力，中氣也足。然後你拿麥克風技巧都很好，都沒有什麼問題。但是你去犯那個最要命的錯誤，又忘詞了，對不對？平安平凡平安歌，不能忘詞，不能掉拍，拍子要對，然後不能走音，3大基本要求。只要犯了這其中任何一項，就我個人了哈，你只要犯了其中任何一項。那你的聲音再好，我還是要扣你分數，因為也係基本的態度嘛。是。你基本的功都沒有做好的話，你後面的其實實力，當然你的實力會幫你保留一些分數，哈。但是好像基本的態度輕重要，我也鼓勵所有的參賽者，你們忘詞、掉拍、跟音準跑調，這個是在我個人部分，我是會抓比較緊的，哈。這一部分我要求很高，但是我強烈的鼓勵你，哈。我們如果有在商討空間的話，我們會以你條件來講。會很有希望
被保留下来的。你的声音很棒，我很喜欢。哦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谢谢。好。我当然是中东3的分数。谢谢。 387分哦。哎呀，人为好开心这个哦。要等老师讨论了，好不好？哦，签署投胎，安这些，谢谢。毕业当中。哦，所以金文义有8位的参赛朋友，有3位，签署投胎，陈思嘉87分，许国豪87分，钟敦生87分。也是传统组的庆阳迄样的高压淘汰赛啦，吼。嘿，今边的鼓吼，大家慢踢拍。哎呦，唐儿死了。哎呦，我们老师这个是贤拜啊，我们这个音乐界的贤拜。对，是，这已经是那个詹森雄了嘛？啊？好。那一个年代的哦，谢立生那个年代的老师。那个很久了。我要老，那很久了。他是孔锵老师那一代那一辈的，就是中生代，就是小锵老师的，是啊。什么？阿叔，还蛮瘦了，听得懂。老师欢迎。对，谢谢你。是，好嘞。比赛之前的介绍是评审先生。好，常永平先生，李秋霞先生，吴春丽先生，罗英先生。先生介绍的。嘿，今边迄高压淘汰赛嘛，好，先唔是冠军，唔是吊级，唔是金钟，先来谈一下奖金挑战赛。哦，不用强松一下啦，来看唐生也弟弟很厉害哦。哎呀，当会冲哦。蔡奎田带队落山歌。来，谈看啦。哎，是阿哥哎，卢哥哥好。哎，你好。海君姐姐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一道谁啊？记唔得咧？目前一道谁？听不晓得。12歲。12歲啦。12歲，安尼迄小學迄度年歲。4年還5年呢？
年。眼神哦，长得很好。因为长得像一个后落发光，长得有点操劳。他先老起来放，没有什么不好啦。哎，真的他好有样子哦。对啊，很有态度，很有老三哥的态度。那看看，哎，罗哥好，然后就懂稳。对，哎，声音也懂稳，那太不得了哦，讲真的。是啊。继续加油。继续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他讲西西都还是学冲山歌呢。万年兔你学嘅。阿婆。阿婆，你哪？有。啊。这不是妈妈。这看起来像娘妈妈样的阿婆，安后生嘛。谢谢。阿婆。阿婆你好年轻哦。你好。啊，你有想要带佢學緊你山歌啦？我睇過長山歌啊，所以佢成日聽下聽你戲。啊，迄歌唱班。跟着去聽你戲啊，成日那個時咿咿啊學，哎，就興趣就來了。興趣自由來了。不得了，而且聽說是跟田傳義的少年組演唱山歌的第一名，係吧？覺得你今天拿得到獎金嗎？拿得到。哎呦，很有信心呢，真有信心哦！來，唐寬是會拿到冇來？來，羅英老師。好，佢聽見邊唱到非常嘅好，首先，在按農你哈，你嘅上音非常嘅亮，音質非常嘅好，所以你來唱咧老山歌，佢嘅音會來到當歌如當唱吼，你當合説來唱咁樣嘅歌。不過，就個來幫你建議就係，因為老山歌佢嘅伴料係下自由嘅，好，所以呢，你係點解唱嘅些，你嘅伴料就唔是按規矩。好，因為貴記呢，比如講你嘅第二季，吼，好彩應該落祖先，你才落祖先嘅時間，你就運氣要運下到白，咁係因為你特隻人呢就攞佢來當唱，所以嘅氣唔辣，你用辦去分皮佢嘅皮氣，吼，用辦來唱，所以你就會變成你嘅運氣，好，就係你係建議，本意希望你繼續唱山歌。是夢兒。好來，按照可以有辦法拿到獎金哦，來。90分以上要有得到3000元哦。好。老師請給分。恭喜你，95分呢。來頒發獎金3000元。恭喜快艇。係啊，錢拿到，這等下請阿婆爸爸媽媽去吃好料哈，好吧？忠孝東路東多好吃的東西。安娘呢是本後啦，又唔是罰很多錢。係啊，你可以忠孝東路走9遍這樣走來。不用太熱會中暑。不用。好了，恭喜你哈，繼續加油啊！謝謝。好吧，好來回座休息。係。好來。比賽嘞。哎，獎金拿到呢。嘿，我的比賽嘞，你們要接受現實了哈。對。挑戰。嚟給講一下那評分的規則啦。好，有請到蒼永興先生。來。今日比賽係淘汰賽哈，大家唱歌嘅時間要注意哈，注意乜嘢咯？冇上氣接唔到下氣啦哈，咬絲愛爭，伴料愛猜，韻腳愛由牽到來啦哈。簽名最要緊係咧，冇強神唱家嘅小朋友樣嘅，唔會強神，安尼就冇問題。大家順利過關，加油！好，子升，好，來，希望大家做得順利過關。今日會淘汰2位啦。哦，會淘汰2位哦。係啊，就是分數較大的2位啊，但是你講是冇多88分的話，就自動淘汰啦，哈。好，好，加油哦！啊，有2位，拄好有2位點頭呢。有2位先，好，愛啲咧，我會好好唱，我會好好加油啊！係 TV 本人蔡玉橋帶來老山歌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陳玉橋，一擺咧唱歌係專業嘅嚟淘汰賽哦。上擺嘅錄像，媽媽、老公全部要看到，當歡喜。希望我做得繼續唱下去。也希望你嘅品行先生幫我最好嘅成績，最好順利嘅過關，希望大家。
嘿，有标记哦。请等你一下，给你标记。罗帅哥好，漂亮的回俊小姐好，你好，哎，你也偏心欣赏好，我全欣赏好，空中艺人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。你先记啊，我冇会先记，我会学讲话。学讲话，哎，客家嘅小不点，小不点，写了字啊，请等你一下呢，哈。对呀。好讲法，好讲法，又友好。哦，真见屯香港屯家娘嘅感情亲好。错，我老我妈妈从我带46年。哇！我生唔定，我老我媽媽分開。你媽媽也喺度先。我家娘今年91歲。哇，91歲哦！對我非常好。到目前為止，特招選兩個人三兩個人好好。93歲還會幹晒天數我要交代我媽媽哈，我媽媽。你班老唔到呀？不是，因為她覺得我媽媽覺得我當辛苦。從細人我做好，我非常感動啊！哦，安尼迄夾家娘友好記啦。梁莎吼，梁莎還有會通講皮耶里吼，梁莎有兩個模範母親獎，對不對？95年的時候。哎呦，安好啊！95年的時間是表揚過模範婆媳。105年表揚過模範母親，更很大的殊榮哎！真的，牛哥更感動的不是這樣，真嘅係家娘友好伊，伊去年啊吼不小心出車禍啦，好無法度行動比較不方便打理嘛，家娘該犧牲呢，同佢犧牲，係媽媽三餐煮好丟上來幫佢食，因為身體冇大夫下啊，我老公出去做些按生意退休來又做頭路，媽媽冇辦法吧，家腳尾唔好，是愛做留下丟上來幫佢食，如果我就是包嘛，嗰個煮嘅我做得忙，我很感動，我當感動啦。懂我，難怪位婆媳會模範婆媳，真的模範母親，好，羨慕。好，按友好啊，各位衝動用品嚟，嚟參教中。蔡小姐今日創嘅老山歌，創來真好嗬，真穩嚇，真穩聽嚇。基本上來講，佢啊，人家就講挖料啦，嗬，係，創落去挖料。不如講，我也咁樣，我有一些人建議嗬，人家創人家睇講嘅老山歌，其實係標準嘅很多西煙山歌，山歌嘅比較嗬，係較自由性啊，就講佢冇將其他有
平板也好，山果子也好，掠迄比较有较固定的拌料。对于肉山果吼，虽然开始的肉山果、泰山果油拌，但是佢就係屬於比較較次油，本來就三檔倉嘅東西。故說安尼情形下，倉嘅時節吼，冇聽過伊講本頭擺像嘢講，一天來倉也冇個安尼吼，又不約束佢咧吼，嗰就唔是安尼。個人今日倉嘅也個父母心可以養情，你也個發言係正確嘅。你做個事應該可以養成，喺可以養成就冇壓冤。倉前做的，故說安尼倉也係真標準。郭卡上忙到加油哈！好，謝謝。安尼分數應該不差哈。來看一下大家分數啦。參與給我分數。就是你分哦，哎，冇問題哦，謝謝，好，就這樣子，好，謝謝加油。好嚟，撒下來滿意呢？廖蘭雄帶來平板。來，彈過來。練跳舞練了6年呢。可以現場為我們大家，還有我們觀眾朋友來一段嗎？我怎麼覺得有林桂蘭的影子？用腔共鳴啊，很特別。有一點那個蔡秋鳳的味道。那你沒學蔡秋鳳唱山歌怎樣唱？我喜歡唱歌，也喜歡跳舞，增加我的肺活量，也希望能夠唱出最好聽的歌給大家聽，希望大家為我加油。两位主任好，雄记。哦，通講哦，練跳舞練6年嘞，所以舞蹈對佢來講冇乜問題，駕輕就熟。真的嗎？可以現場為我們大家，還有我們觀眾朋友來一段嗎？你擅長是恰恰還是倫巴還是什麼？哦，可以是的哦。我怎麼覺得有林桂蘭的影子？吉魯巴，你不是也會探狗嗎？探狗，哎呀，探狗要2個人先。可以，他可以，他很會探。來，
两个一起叹。你不把它当作是人吗？每个人的每一年准从冇 Q 用呢。流个汗身体比较好。对，你刚刚有流汗吗？天天都会流很多汗的。运动啊，运动。对啊，天天都流很多汗。好啦好啦，很棒呢，很棒的运动。今日创作用版呢，谈一下是上的公平啊。秋霞老师，南向哈，创国基本条件，高音要准，中音要圆，大音要稳。那三只基本条件要注意，还有咬丝，哈，那基本嘅咬丝有几只丝要咬，唔错。第三句唐山土会长流烟，你唱了长流烟呐，歌词唱唔错？长流烟呐。所以今日归属来讲呢，今日表演无讲清好。做你一个，做你讲一个练呢，一个练，但是你在电视上，好像个你买 CD 的糖，那位人呢唱出。你攞佢吸收，哦，冇以後人咧，佢家那要唔錯 ，anyway 攞佢唱起來，你就唔會進步，哦，所以你咁樣鬼數控制到，你的收放音冇講清楚，哦，注意，他會係有機會，加油哦！好，好，安住先啊，來看下個分數來，廖蘭雄嘅分數。88分，挺认真跳舞诶。其他分数会拄过关啦，吼，但是个时候比迄个较大一把，今日就较危险咯，吼。系啊，生意啦啊，我们先抽一下，先抽一下，毕业当中抽手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两位。安住先，安住先，好。休息下来。跳恰恰跳下去。跳。吓到了。他什么看一个报道，这个探狗好像是阿根廷人发明的，好像是阿根廷，对，那就是阿根廷他们有一些那个船员呐，就下船以后，然后就会在岸边有一些酒吧那边喝酒，然后就会一些小姐在那边，然后他们就会跳嘛。阿根廷式探狗。对，那个头，对啊，为什么头要这样甩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些船员呐，因为都会喝酒，是嘴巴很臭，那你对着你，那是不是嘴巴都会很臭？他就会。他闪开，因为都酒气很重那样。来，你知道范奎雄要唱什么歌吗？安迪。三个字。来唱个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奎雄，我讲海风在澳视方面，练到挺辛苦，希望评审线上帮我顺利过关，谢谢你。上代我唱那歌啊，莫按了改那，我比就上了一那，好笑啊！
哎，可以不用记哈。帅哥美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哇，葱都按火啊呢。哇，那个用腔共鸣啊，很特别。它比较往上走。对，口腔跟鼻子在这边。对。有一点那个蔡秋凤的味道。就闭着眼睛，就有一种秋凤姐唱山歌词的感觉。那你没学蔡秋凤唱山歌，怎样唱？好，来，蔡秋凤唱山歌。山歌了来唱歌啊！你要接下去唱啊！好几多年了呀，唱山歌。其实头摆哈，有在练学唱啦，但是就是没有认真去。这次为到大擂台，让前面变了。哎呀，那个魔音人变啊，个魔擂台冇办法不打哦，你讲。为了来打擂台。刚刚是包啊了。要打擂台啊！反正大都用版的唐先生嚟講片啊！川林老師，你家下范小姐講啊，佢講係做微創，也做人臨時抱佛腳嘅感覺係冇？嚇，微創我嚟打擂台，所以呢當認真呢同佢嚟練嚇。係講啦嚇，當然係家下嘅創嘅歌嚟講，要也嘅特殊嘅微創。當然啦，唱家下啲主持人安尼嘅比喻嘅歌聲來唱啊，梗要比較誇張一點啦嚇。小心都冇按真的就是這樣。冇按誇張啦嚇。但是呢，所以咁講啦嚇，你下唱啥歌？你看個刺眼就好嚇，當記得你個唱高中講嘅，山歌無乜嘅博士無乜嘅碩士嘅啦嗬，唔似架唱係順就好，講講唱係似架唱落好彈，譬如彈到講唔好起假馬屁，按樣件感覺咗唱係順就好安尼嗬，也就係跟你嘅唱山歌嗬，當刺眼嘅刺眼呢，一種嘅唱法嗬，但是家人唱嘅歌嚟講嗬，你上台唱歌，你唱歌嘅同歌有。歌位同歌，你唱下歌一隻詩嚟講啦，要歌同歌兩個中間啊，好模棱兩可。上台我唱那歌啊，韓國要愛文章做得好，好同火，也要好同火兩隻嘅中間啊，唔係要係模棱兩可嘅一動案啊，所以感覺本係感覺嘅意思啦，嗬。牛師而家講比較較嚴肅來講啦，我用亞嘅機天來講啦，周邊很多咬字不清，也係我個人嘅感覺安尼，加油，謝謝先生。剛剛川林老師說唱山歌冇乜嘅對唔對，冇乜嘅，反正就是韻啊、韻腳啊，會做好了就好嘛。可是他剛剛說冇俾你彈起的會起給馬屁。這個比你彈起的戲給馬屁不是很好的意思嗎？像個大便堂秋霞老師示範唱歌，還攏起戲給馬屁呢？冇啦，真舊呢。唔該，被嚇到。對不起啊，我講喺戲給馬屁嘅意思是講佢唱來無爭，嚇，老嘅一般唱來。冇乜嘢戲嘅馬屁，梗要按到禪謝嘅，梗戲嘅馬屁梗要好嘅喲。但是唱來唔爭嗰邊戲嘅馬屁，梗做按到唔好嘅件事哦。好啦，嘿，看人嘅分數要半塔嘅戲嘅馬屁，好不好？范奎雄嘅分數。10分43。周董。91分啊，冇問題嚇，加油加油啊！再邊當手好。來，接下來許永福要來打擂台，有一種老山歌。彈開啦！我這擺就多啲地方，因為年齡也較大咧，記歌詞冇咁好，所以用我自家寫嘅歌詞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請多多指教，咁麼感謝。
传统山歌。江南，上台了，青苍啊，不是江南。山歌小天，随你唱啊，客家了。身份啊，唔会强啊。阿福哥，哎，阿福棒，阿福吧，大学长。对呀，我老学长啊。按老啊，当然老学长。对啊，其他参赛朋友来讲，真的是老学长啊。哎呀，我啲啊，我蛮承认啊。资深嘛，人老记才都没看完好啊。有吗？我记歌词哦，较难啦。唔通通常艺术，讲艺术歌啊，你要记句啊？哎呦，我记啊年咯。真的吼，啊无白本歌词。哎呦，较离谱对位啦，记啊年，个英语是80%你记啊年。错啊，算奇怪啊，上台家都掉唔错啊。哎呦。伊通常记2日啦，上台上台会记啥？所以伊较聪明啊，佢聪明人，当然咱会做主持人。哦，冇会听咯。所以讲唔记得名，嗌頭擺做阿福伯，唔咩阿福哥。哦，阿福伯。好啦，今日帶嚟條歌嘅嗬，我傳統用版嚟唐亞先生嘅講評。殷老師。好，謝謝。阿福伯好，今日從嚟羅山歌，恭喜在你嘅上任。非常介好，所以你從起來山歌，談起來當自然，吼，韓國當入嘅當為中國嘅你的技巧，吼，所以表達都當好，吼，咁講呢，可能係你係個人嘅時間，你人雖然要上去，咁講呢，談起來就拿本你扭到嘅感覺，所以你係從嘅些個人可能應該在把下睇到冇安輕吼，在下時談起來嘅上人就下輕到啊，吼，咁樣呢個表現人動作得很下了亮，吼，所以個人嘅部分係按本你建議，還有聽你記嘅上台輕鬆唔是驚，嘅唔是驚，我本來話到你從你驚嘅時間數睇就好，我感覺你唔是就個家長拿。好，因為按數據，我會感覺下入嘅人民。青草啊，唔是江南。我係按樣想，嗬，做啲參考一下。咁講記住從度當好，什麼嘢？好，當好分數一定當好，嗬。誒，那看分是8分錯啦。哈？冇啦，88分我輸呢。我專業。我輸呢，說唔得呢。有個大學長面子來怪嘿。冇要緊啊，冇要緊。乜呀？80，讓本後生人。88.5，好，好。都改一些。我都冇點嘅，來。邱元福嘅分數。翻山過嶺。親嚴重的有多麼個長途？全身無力。全沒聽懂。嘿，對，幫助他，如果是要洗澡的話，都要把
他报到浴室去洗澡。哦，这样，哎。不管谁来谁莫有啥，落你家，错，莫分谁来谁嘛。错，你的心态自己要拿准一点，哎，不要认为说男孩子我们就不敢去，不要这样想。啊，对对。对，因为你要有那个爱心，你才能够去照顾别人。对。对。体育员不给分数。谢谢。恭喜恭喜！感谢。好啦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加油啊！恭喜！恭喜啊！专业别当错哈，谢谢。杀了。刘德雄带来平淡。好了。我平常时出不卡练唱歌的时候，好在有俺来的基线呢，让俺伴奏，佢本来千度嘅鼓励，我今日相信今日我要當順利來過關，希望大家加油。講起春曉來寫那，一萬古也給錢啦來치와什麼太極打？哇！哎呦，會名就是你好，你好，劉永祥啊，劉德雄，劉永祥的嘛，唔好定你那個改名，你改相是重點。哎呦，也適合唱台戲嘅。哦，一唱翻青鐵片呢，嘿呦！嗰啲插咗你坐喺冠軍面前卡太當啊，唱高狀嘅，咁嘅尊敬。所以唱高要唱高狀，睇下這種唱法咯，有辦法去。係啊，你演太戲嘛？呀，劉先生今日唱一個平板，基本上佢唱嘅方式吼，係做一個平板嘅多重變化嘅唱法。哦。故所佢要唱半拍。吼，也有甜詩各方面等等啊，吼。前面部分今日佢唱嘅唔係講佢個韻唔好哦，佢做有做千度好嘅韻，但是對我嚟講啊，今日會建議佢有啲嘅韻，可比講大概微記嘅韻、強嘅韻唔拉長，吼，就講冇按多架啦，吼，你係伊個佢根本日。吃得轉去吼，很多的加油的蔬菜。是冇，再來請英英老師公平。我簡單用我嘅方式來講一下，阿叔你嘅唱法吼，講實在你啱樣應該平板嘅表現，確實日本你而家當先嘅感覺，因為日本唱山歌嘅時間唔係啱樣去唱，係規矩來唱吼。不過你嘅腔調啊吼，挺明顯，像你腔就動台上，係音樂嘅些就忽然收聽。後面唔知係唔係險啦，就係你
跳会落去收聽安樣型吼，所以可能就係呢一部分就個落去上月下佢樣板來唱吼，因為彈嘅因為下融入呢個歌詞當中是夢。好，謝謝，好。好嘞，看下個粉絲來。留得上嘅分數。哎，恭喜啊！就是冇問題啦哈。謝謝。在畢業當中傳，謝謝啊。三下來。龔先生帶來3個字。來。我係龔先生，上拜有個關當歡喜，禮拜希望繼續來過關，上門大家。哎，好，講頭上，喂，我唔係講頭上，廣巴吼，哎呀，沈北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沈北上完吼，哦，青苔上，一了量，哦，肺活量，好冇1年的時間啦，哦，係冇，好雙三個。有麥克風。忙1年啊，之前都做生意嘛，哈，做乜嘅生意？進口上嘅東西。哦，進口，對，之前有問過，做電毯。電毯，哦，進口商的生意。最近生意冇好，所以來創過。冇啦。電毯的熱天慢一萬一買啦。以後可以買北極啊，喺北海道較遠嘅地方啊。你要講進口商是的，吃飯、睡覺、打東東啊。誒。所以話要有份季節嘅問題嘛。有啊。有哈。都是會有啦。熱天可能買較冇好。熱天就歇困的啦。歇困啦。歇困的啦。哦，做半年歇半年，像我個試廣告都會咁樣，對吧？熱天就還看唔到。因為夏天比較沒有人感冒嘛。哎好，會啊。對啊，所以夏天比較。出個危險。真的嗎？嗯。我有一次就問那個老闆娘，跟他一起吃飯，我說：為什麼這夏天我的廣告比較少看到？對，為什麼？因為夏天那個感冒的人比較少，冬天感冒的人比較多。像你下氣候高啲啦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哦，尤其像這個科技這個轉換時間。是。都有冇強樣。哦，比如講，像藝術吼，藝喺講啲卡，我俾按嚟佛通，運嘟好。哦，啊像平本嘢，嚟到演了幾啲嘅素材，有人去嘅地方，就像落雪嘅素材。哦，加衝喺電台我拿出來。所以，
讲翻用冲嘢啉酒醉嘛。以后必须要手足舞蹈，对，要手足舞蹈才有办法讲。对，魁飞呀，魁飞魁好像我是光喝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不跟你讲，人啊，哎，我人啊，我人多啦，我人多天坛像看哪一两轮，坛的联名多。无想到讲文都所在咁多啊，迄阵就有经验的，天坛就会带来，天坛宝典的窗口，我看到。对的，OK 了。来，唱到用版的唐先生的高品的。怎么？你需要一件电毯，还是要试试？做的有时我来讲泰国讲，你讲泰国吼，你哋年纪啊，上人要了量，难年可贵，你人家有点，哈。不过伊讲张学国无结究，所以张学国无结究的时节，你做平板三个字，创法南军、军才创的时节，写来写去就空调无空军，空军无空调，所以人家一创的时节，你现歌词没写唔错，三个必须猜头一切。你三上的时节，你创三个字。你为了你发挥你的人民，你就带进下来，是请打赏哈。还有第三季创台接第四季的时间，你就跌破嘞，所以你要慢2步以上来创，所以要为你给你要为是非常打赏，安子噻。好，什么？因为跌破啊，可能分数唔可以好啦，哈。可能是就低。看一下哈，先看一下两个分数，好，来。好，龙神神的分数。你有跌破啦，唔敢掂嘛？你有跌破唔掂嘛？唔掂。可能清寒年的那很多他多啦嘿。在都是播出的时间，你看我做嘛分数很大，应该有跌破。嘿，还有个云米莫拉奖哈，哎呀，拍摄啊，什么你来哈？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哈！安子这好，真别当错哦，天坛再继续卖了哈。好，好嘞，杀好了。啉水组带来罗山歌。来弹开啦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要唱的是罗山歌，希望用最好的实力来表现出来，也希望你评审先生帮我多多的指导，希望大家。翻山过岭，路漫漫呐，开当山歌唱出心欢喜啦，同发美女帅哥好，嗨，苏主记好，你好，嘿，
所以说是一米太鸟。谢谢。但那就开始去接受呀，照顾老人长照。长照是吧？长照就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哈，也因为多年前。妈妈是98年过世。98年之前生病都是我在照顾。是。对。妈妈过世以后。我就想说啊，这一块真的是需要大家去关心呐。想说自己要去工作嘛，又找不到工作，就是暂时就是先去照顾老人家。做7、8年的呢。差不多有安尼啦。佢做安尼有安尼薪水好量哦。有得有，有得无。你讲像新竹县老人那个福利协进会那个关心老人的就没有，就去关心人家有照顾的。照顾的是有钱的，那是一般居家照顾的有钱。长照。居家照顾居家照顾的才有钱。都你那无卡照顾的那种。对，比如说这一家那个阿伯需要2个钟头去照顾2个钟头，然后这边又需要1个钟头，你这边做完就需要赶到那边。就很像钟点打扫的阿姨一样。对，4个小时、2个小时这样。是的，是的。对。安尼青岩葱的有多么个长途不？青岩葱啊，有的是全身无力啊。全部疼痛。对。按做翻身啊，擦背啊。要帮助他，如果是要洗澡的话，都要把他抱到那个浴室去洗澡。是这样，安尼啊。对。就是不管洗来洗摸有啥老人家。错，因为照顾了的无分洗来洗摸哦。无分洗来洗错，你的心态自己要拿准一点，不要认为说男孩子我们就不敢去。不要这样想对。对，因为你要有那个爱心，你才能够去照顾别人。对。天讲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川妮老师。水组设计哈，希方面来源嘅微上啦哈，咁要多少嘅？唔會咁嗰人嚟嘅槍比如講T機、C機後尾30安尼嘛哈，人家頭前嘅時候愛創假時間，愛創之前，唔知道我先我唔投下去嘛哈，你做。記得我唱個鐵閘詩嘛，唱過了，然後是寫翻山過嶺，你阿邊個時間啊，最好本頭去為咗人家頭去，那個嘅上到下一個歌詞，所以也自然來講咧，唔做嘅頭去為咗，比頭慢落，頭難落，你後尾嘅戲呢，真有辦法好講來較少。真唔會按很按的，也真係個人嘅建議按的啦。謝謝老師，差唔多，而家創一位嘢啦，哈，謝謝。好，謝謝，好。這嚟看人嘅分數咯，好唔好？謝謝。林水組嘅分數。徐夢老師，謝謝。分數來以後，恭喜。謝謝。沒問題啦。 OK 的，謝謝徐夢，謝謝。我們的愛心天使。好嘞，終於變當場。好，原本也有7位嘅長水朋友哦，總共有5位過關。那2位邊度睇呢？2位就係廖蘭香88分，然後龔神上87分，很可惜。哦，有2位長水朋友排誰啊？哈，是你哦。安尼今日安尼節目都要告一段落了哈。那個是好唱歌的朋友們唱一下，他個夾夾的報名哦。好哦，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大家都來報名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我們多謝辛苦的評審節上，謝謝。是夢唱水仔。謝謝。是夢上唱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還有我們辛苦的所有的工作同仁們，大家非常辛苦。下禮拜我們記得咯，今天的時間呢，老熱大擂台，老熱衝下來，拜拜。